各位科技偵探同好，又係時候揭開網絡黑幕嘅時候啦。今次嘅故事簡直係現實版嘅黑客帝國情節。一個代號Audia 6嘅加密貨幣洗錢集團，聯同一個叫 Dark Web 嘅暗網黑市，一直喺數碼世界嘅陰影下運作，處理緊巨額嘅非法資金同交易。你以為佢哋匿藏得天衣無縫？今次來自全球11國嘅執法部門聯手，發動一場跨國網絡大掃蕩，終於將呢個龐大嘅犯罪網絡連根拔起。想象一下，喺世界唔同角落嘅數據中心，執法人員同一時間行動，鎖定伺服器，追蹤加密貨幣錢包嘅流動，解密暗網通訊。呢場行動唔單止係一次拘捕，更加係一次向全球網絡罪犯發出嘅強烈警告。無論你匿喺邊個暗角，用幾複雜嘅加密技術，國際合作嘅天網已經罩落嚟。今次我哋就深入拆解，睇下執法部門係點樣穿透層層加密，揾到呢班數碼時代大盜嘅真正身份。